一個小故事。美國嘅幸福雜誌曾經喺一個徵答欄中刊登過一個咁樣嘅題目，就係話，假如俾你重新選擇，你會想做咩呢？有一個軍人呢，就話佢想返鄉下開間雜貨鋪。一個女部長呢，佢就話想去海旁去經營一間小旅館。一個市長願望就係改行做攝影記者。一個勞動部部長就想做一間飲品公司嘅經理。有幾位商人佢哋回答更加離奇，一個就話想變做女人，有一個話想做一隻狗。更加有人話想退出人世，化為植物。期間呢，亦都有一般百姓嘅回答。有人想做總統，有人想做外交官，有人想做麵包師傅，乜都有。但係好少有人想做翻而家嘅自己。人有時都好矛盾㗎，本來活得好好，各方面嘅環境都唔錯啊。而當事者呢，成日都會覺得厭倦嘅，對人類呢一種因生命嘅平淡而缺少激情且苦惱嘅心態，有時唔可以單單用唔知足嚟解釋。曾經有人對住森林公園嘅一對夫妻羨慕不已，因為覺得公園裏面有清新嘅空氣，有一大片嘅樹海，有竹林，有幽靜嘅林間小道，有鳥語花香。但係當呢一對夫婦知道有人羨慕佢哋嘅住所嘅時候，佢哋神情好詫異啊！佢認為呢一度根本冇乜嘢值得觀光同埋留戀，城市咪仲有趣？其實係咁嘅，熟悉嘅地方冇風景，因為呢一對夫婦對於嗰度太熟悉啦。花草樹木、清風明月，喺佢哋漫長嘅日子裏面，已經唔再有風景嘅含義，而係變咗習以為常嘅嘢。而呢一本幸福雜誌上面嗰啲部長、商人同埋平民百姓們，之所以唔願意做佢哋而家嘅自己，正好同森林公園嗰對夫婦一樣，因為佢哋長時間擁有嗰一片風景，所以習以為常。風景已經唔再成為佢哋眼中嘅風景啦。喺人生嘅旅途中，最糟糕嘅往往唔係貧困，唔係厄運，而係精神同埋心境處於一種無知無覺嘅疲憊狀態。感動過你嘅一切唔可以再感動你，吸引過你嘅一切唔能夠再吸引你，甚至激嬲你嘅一切亦都唔再激嬲你。呢個時候，人就想要尋找另外一片風景。工作同埋生活中，我哋追求知識，掙脫舊我，純潔精神，淨化靈魂，升華自己。其實歸根究底，都係因為熟悉嘅地方已經再冇風景。每個人都喺目前嘅工作上面盡心盡力，但係好少人想做翻而家嘅自己。如果人生能夠重來一次，相信大部分嘅人都會選擇其他嘅行業。點解呢？都係嗰句答案，咪就係熟悉嘅地方冇風景咯。當感動過你嘅一切唔能夠再感動你，吸引過你嘅一切唔再吸引你，呢下子其實就係需要再費心力去尋找另外一片新風景。喺冇辦法嘅改變呢個狀態底下，
交新朋友都可能可以為我哋開創另外一片風景，但我會寧可好好咁坐喺度，細味我眼前嘅風景，再一次尋回當中我愛佢嘅嗰種感覺。